的教育方式呢？爸爸长了一辈子的洋相，为了孩子一次性梭哈了。刷到一博主分享在小区路上拍的视频，第一眼看还以为前面的人是自闭症青少年呢，看完视频才知道他是在模仿他儿子。原因是博主家的孩子总是拽裤子拽衣服，爸爸为了让他改掉这个坏毛病，于是灵机一动学他的样子模仿他。我不喜欢这样。那你这衣服不总这样吗？眼看着前面有人走来，小朋友也怕丢脸，让我不这样啦，不这样啦。你看这样了？这拽衣服了？不拽了。孩子觉得爸爸肯定还是要面子的，就说他是在吓唬自己。他爸一听更来劲了，一边扯衣服，一边做着雷霆之势。哎呀！我他爸啊！不要！他爸！不要！爸爸模仿他的杀伤力80%，我是他爸的杀伤力10086。那还拽衣服。我不拽啦！王哥，我跟天天声太大。不拽了。不拽了？能改吗？能。以前的父母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现在的父母，我看你脸往哪搁？果然小魔王还得老魔王来治啊！